精神。醒 ，Hello 大家好，依家珠三角嘅翻嚟啦，嗱大巴，我哋喺度迎接佢，好嘛？你錄嗰個大巴得啦，好嘛？喺度準備掉頭啦。依家讓我哋迎接佛山嘅，高老師，喂，精神啦精神，辛苦啦，琴日一路好忙啊，係今日早上8點出發，依家翻到哇佛山，經歷咗幾多個鐘啊8個鐘啊， ？8個鐘啊，喂係安全到達。精神，精神 ，very good，OK，好。嗱，喂，佢呢個假期玩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啊！有幾咁精神啊？幾咁開心啊？啊，去咗邊度玩啊？冇去咗邊玩，就基本就係打屋企裏邊出去。打機？唔係，就唔係。時不時出去玩玩走走。啊，有冇幫屋企做嘢先？有。有就得。咁 OK，好，精神。幫手，你快啲攞行李翻去報到先啊！依家老師啊、教練啊，幫手攞行李啊，大家看一下那些老師很賣力的為學生去搬行李啊，剛搬完啊，等一下他又過去那邊搬了，剛才在賣力搬的時候，你要拍才行啊。OK 了，可以了。你看一下我們學校的老師，你看正在賣力的為大家搬行李啊，為學生，哎呀，真的不容易啊，太敬業了，太 OK 了。路那邊那個，對，那邊那個老師，對，呢位師傅冇得講。呢位司機係嘛？好熱情係嘛？好熱情嘅司機。我哋請嘅都係全湛江大頭嘅湛氣啊！為佢買埋廣告俾佢，但係服務再更加要好啲先得。走，這個來。放假有沒有幫家裡幹活啊？有嗎？有。確定？確定啊？去了哪裡玩啊？沒去哪裡玩。哦，在家裡玩啊？在這裡打遊戲啊？看電視。開學開不開心啊？開心，真開心嗎？我幫你捂着好不好？有點不開心哈，沒有自由了哈。好好鍛鍊，這是一種修行的道路 ，OK， 很遙遠呐，還遠着呢，加油 ，OK。依家老師啊、教練啊安排啊，靚女老師俾大家睇靚女老師先。喂，精神醒，你同大家講啦，精神醒，用白話咯。我先講咧。OK， 好啦，精神啦，醒啦，佢哋各自翻去班度，各自翻宿舍，各回各班，各找各媽，各回各家，精神。醒。你睇高老師幾賣力，精神。收翻去先啦。好。